板启帮山河在中间特别条例早起3度通过了，经费300亿，爱伫116年3月30日进行完成。高雄市小港区大南部有贼仔行入去邻家厝偷搬保险箱，损失240万。新北市土城北成宫今年建宫48周年，白沙屯宫天宫的妈祖专工来到土城中和战景祈福，现场是热烈滚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0日公视台1台中道新闻，我是陈淑。受到非洲地震疫情的影响，台南市学校要来实施中昼顿减喷的计划，要求营养师要爱控管食材价量。教育局希望讲3个月内喷会当减少8%。挂拍开红烧猪脚排的香味香公公，边仔局已经煮好的脆米，这是台南市复兴国中学生囡仔的中昼顿，因拢总准备3250个师生的量。不过，受到非洲地震的疫情影响，喷已经袂使用来饲猪。对此，台南市各学校开始实施，由校内营养师控制中昼顿，兼做好苹果供应量，来减少食剩的量。学生们互相提醒，唔通浪费。 每个月都有满意度调查表，然后还有分量调查表。对，所以这样可以精准的控制我们每一个班吃的量到底是多少。上次如果没有吃完的话，就是隔壁班互相帮助的这个状态。昨天的饭会有点剩，所以我们昨天做了记录，几个班剩比较多的，我们会稍微做一点点的减量。台南国中小学生有135000人。 逐工伫学校食到，按算一工喷的量平均有9吨，差不多是2只亚洲球的重量。配合中央政策，台南市教育局带头来实施，按算目标3个月内要达到学校中昼顿通减少8%喷的量。教育局嘛讲，逐礼拜会安排督学去学校访视辅导，并且学校实际掌握食剩的饭菜数据，随时做调整。 在食材的准备方面，我们也请营养师调整，减少所谓的高废弃的这样子的一个食材。备餐的部分，我们其实有一个精准备餐的机制。那目前在学校的相关剩食处理，我们都是配合环保局的一个指导规范，那统一交由清洁队或合格厂商来统一再运到指定地点做一个处理。希望营养师能够发挥巧思，设计营养均衡又有特色的菜单。 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把饭菜都能够吃光光。教育局强调，因是以确保学生、让学生营养有够，兼食会饱的情形下做调整。台南的学校除了积极落实喷减量的措施，嘛利用中昼时间推动小食教育，让学生了解食物的珍贵，养成卖浪费的好惯习。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 为特别防止非洲地震病毒继续传，对外国电商平台送来台湾的物件，财政部宣布讲，11月15开始，一定要详细来登记资料，会当来追踪到货物的源头。有立委嘛别讲，有民众家己讲，伊对在非洲地震疫区倒来到台湾，就关行李伊拒绝检查，海关嘛是放伊通过哦。伊批评讲，机场的防疫是真凊彩。 非洲地震防疫进入关键阶段，为了强化边境查验，政府全面升级防治措施。财政部宣布，为11月15开始，快递货物进口、检疫申报单，拢爱申请电商平台，还是境外私人集会商资讯。若是查到旅客，还是邮包验出检疫物，相关会当罚100万罚款；快递货物相当会当关7年，并扣300万罚金。 高风险地区来的入境旅客已经是100%的X 光检查，进口邮包、快递货物也都是100%的 X 光检查。另外，风险数嘛当地研究机场三核的全面变严，未过以红青线风险来分疫区还是非疫区入境班机，该做拢爱查核，搁扩大执行电工扫描所在的行李，不过旅客反应差真多。之后有调整这方面的规定的话，其实就。 尽量看一下买的东西的成分之类的。从日本回来又要检查的话，我觉得是蛮麻烦的，蛮扰民的啦。不过，之前有网友伫社群平台大文讲，家己为马来西亚登来台湾，拒绝手关行李做地质检查，因为无法完，海关嘛无挑拦。针对高风险国家旅客手检皮包，没有强制，旅客可以拒绝。 那这个就是最大的漏洞啊！那这个手检区的目的是，如果你经过这里检查有疑义或者是猪肉的产品，你马上弃置。
那这个不会受罚。若是强化境外未落地电商管理，像讲拼多多、淘宝，数位部要要求主管平台落实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规定，无依照规定办理会当裁罚。针对违规的广告，会依照两项人民关系条例规定，邀请业者研究限制投放的措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哦，锋面通过，佮加上东北季风又佮增强，所以今仔开始，北部、东北部佮有东部地区温度是愈来愈低哦。礼拜到后礼拜一有可能会降到10外度尔。中南部地区就爱注意哦，日暝温度会差真济。医生嘛提醒讲，有过敏佮心血管疾病民众，就爱特别注意。诊所一个开导患者来看病，最近天气转冷，医师观察到真侪因为温度降低引起过敏的个案。透早就黑区的患者来好看。气喘发作的病人来的时候就是咳嗽，但是他的咳嗽跟一般感冒咳嗽不太一样。一般来讲，如果差6度呢，我们就会感受到不一样。有些过敏的病人呢，就会被诱发出来。医师提醒，温度降低，血管较会收缩，致使血压加悬，增加心脏病、甲急性中风的风险。高风险的族群都要注意加套衫。气象署指出，31开始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嘛增强。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天气明显会较冷，礼拜一低温有机会会到20度以下，是秋天以来温度降低上侪。在礼拜天晚上跟礼拜一晚上，甚至到礼拜二晚上的这段期间，目前看起来会是温度比较低的一个时候。像是在北部宜兰地区一个低温上，大概就是落在20度上下。气象署针对15个县市发布透风特报，按算到11月初4，东北季风会小可减弱，不过受到华南混合气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甲东部有雨，敢若小可会回温。11月初5拜3，东北季风会阁增强，遮方面开始会落沙巴雨，天气又阁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市东大路4段昨暗发生地层下陷，可能是因为附近有工地等个挖地下室哦。市政府是赶紧有封锁线，受到影响的19号33个人嘛成安置，嘛已经要求工地就爱随停工来进行调查。林家厝受到地层下陷影响，已经严重起气。警方除了伫现场扣封锁线，市务办赶紧派人打告示，禁止任何人出入。新竹市东大路拜四暗头啊，传出地层落落意外，紧急撤离19号33人进行安置。这些那个墙都龟裂嘛这个都是心痕呐，都会割手的心痕呐，有没有？这都是龟裂它每天一点一点下陷，但是因为越来越下陷，对，所以今天更倾斜。以前我们这里的房子虽然老旧，可是经过大地震什么的，我们这里的房子都纹丝不动，也没有什么裂痕啊什么的，完全没有。可是这一次这样搞的我们这里真的是很可怕。隔天透早，市务办派出相关单位来会勘，初步判断有可能是边仔工地地下室工程受地下水影响，才引起的地层落落。目前除了暂时先用暗蒙图加强以外，下令要求建商停工接受调查。初步判断，这个设计的部分是没有问题，那可能是工地的沙质的状况，然后地下这个我们南寮部分呢，地下水位又高，又受到那个海水潮汐的影响，所以施工的变数性大，那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沙质的土水流出来之后，造成地层下陷的一个问题。市府指出，除了会发动相关调查程序以外，社会处也已经安排民众到附近旅馆安置，接下去会要求建商提出改善计划，来厘清发生事故的原因。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高雄小港大南部有一户客家79岁厝主出门结果一转来厝就发现讲厝里一卡保险箱拍胖见咯，内面有金现金，大约是损失240万。因为调无监视器的画面，附近的厝边就讲迄附近的监视器设无几台，实在是真无保障。你讲念的啊？你讲迄个保险箱？系啊。厝主的查某囝讲，因阿母甲保险箱放伫遮，内底有银角、纸票、金甲200万的定期单。30下晡出门回来了后，就无看囝，惊一个赶紧报案。发生窃案的人家厝是伫咧小港的红西路顶悬。今年79岁厝主讲，伊要出门有锁大门，警方到场调查嘛，发现大门有锁，嘛无互破坏。不过附近的监视器拢无翕到画面，目前正咧调其他监视器扩大调查。阿妈，你刚是有锁门啊？还是？有啊。你刚有锁门？
有啦，我要处理拢有说的啦。初步调查，民众上锁大门未遭破坏，并周边路口监视器尚无有效画面。监视人员已采集到相关基证，送验比对中。同时，已积极扩大调阅公家监视器及附近3家民宅监视器，积极侦办中。因为民众厝内无倒监视器，而且警方找公家监视器嘛找无过面，到底保险箱是谁偷摕去的？警方正在调查。附近民众讲，伊进前嘛捌着贼偷，嘛同款看监视器拢找无，落尾嘛是找无人，所以有的人就归去家己斗较安全。每个行路啊吼，啊像咱迄要揣迄拢嘛爱做，啊要行啊内这嘛拢爱做，说有诶出来有做，啊看迄无对啊。为了安全啊，这复杂。哎呀，来好炸，而且我们又常常不在家。民众讲，庄仔头附近大家拢熟悉，人口单纯，不过规条红西路、长路路、双边拢是犯厝，所以干那路头路尾有监视器，数量嘛无济。近摆若发生代志，就接找无画面，对当地治安来讲，确实会互民众感觉真无保障。记者柯家做邱朝阳、高永昌报道。云林的警方最近针对 ATM 重点追查发现讲有诈骗集团用无同款的车，佮挂假的车牌，互外国车手去领钱来闪避追查，已经抓到12个嫌犯以上罚班。伫这间出租套房，警方甲越南一个车手压伫咧涂骹，因为最近云林警方锁定合估几多个 ATM 提款的地点进行查缉，发现有几多位外籍个车手用无共车、无共车牌、无共人互相交换，出去领现金。那么由我们斗六分局兵分多路展开同步攻坚的行动，成功缉捕阮姓犯嫌等12人到案，现场查扣涉案车辆7部。现金100万元以及多项的证物。警方讲，这件案件总共抓到12个越南籍的车手，有8个是逃走移工，4个是来移亲读书或者是工作签证。犯案地点除了云林县，也有台中、彰化甲嘉义。案件依照早期税前防治法定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向法院声押核准。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尤其普发现金1万元即将开跑，诈骗集团恐趁机出招。用假网站、简讯钓鱼连结诈骗民众个资及提款卡存折。警方讲，这边查到的外籍车手集团分工正旧，已经伫咧追查幕后是毋是也有主嫌犯。而且最近政府被破发现金1万块，提醒民众，政府未主动传简讯，叫你输入个人资料，若是收到可疑的信息，会当卡105查证。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新民铁路去年7月全线通车了后，嘛是有民众会行伫铁轨路的顶头。昨透早，警方伫绵月线嘛看到2个游客又搁行伫铁轨路顶头，嘛搁违法路行入去自然保留区，嘛互警方移送交通部的铁道局处罚了。第2项，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路路线、桥梁、隧道内及站区。警方看到违法行铁轨路的民众。严面甲人砸落来处地，3十日时，阿里山林田自会同当地派出所进行驱大处地，伫绵外线1.85公里的所在，发现2名游客违规行铁轨路入去义和兰的自然保留区。在明月线1.85公里处发现2名违法游客，依铁路法规定，每人将处以1万元以上罚款。林田处提醒游客要去到绵外线义和兰自然保留区，要先完成入山的申请了后，搁在林田到桥坪车站行踏山的步道，唔通为着要省时间冒险来行铁轨路。前往明月线的游客不要贪图捷径，前往姐妹潭的方向，行走塔山步道前往明月。林皮处表示，自去年12月到今，已经配合当地警方联合处理22届，计共有18人违规受罚，罚金为1万块以上到5万块以下。呼吁民众要配合规定，维护自身甲火车的行车安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最近有一个医师伫社群网站写讲，厝邻的人带囡仔去坐高铁，囡仔无哭嘛无闹，稍后服务人员口劝讲，得爱较细声的。大人嘛伫伊的座位头前看到一张临近车厢的宣传单，也毋过高铁是用新闻稿来回应讲，即卖款待措施已经无包括囡仔咯。这个月13开始，卖来换掉文宣的内容。
伫社群网站分享出来，人伫30载起坐高铁117次的列车对台北去左营，伊当中囡仔的妈妈无想要用手机来往囡仔，摕出这套米，互2岁半的囡仔耍，发出声，互高铁的服务人员坑的。他玩那个玩具总会有声音，然后他玩一玩也会讲话啊，妈妈你看这个什么之类，可是他没有吵，没有哭，没有闹，没有尖叫。但是他虽然很客气，他就是弟弟乖乖哦，弟弟乖乖哦，要小声哦，不要吵哦，这样子。他是口头劝告我，可是小卡确实从头到尾拢伫迄车顶管。囡仔的妈妈讲，家己是对下港去台北的，常常坐高铁，这已经是冷静车厢上路以来，伊带囡仔互坑到的第3摆。第一时间，伊伫家族的群组内面发文在嗨，真侪网友嘛认同伊的看法。其中一个是这个月27对南部后头厝往北的妈妈，讲伊和囡仔嘛互坑到。基本上就是头碰头，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手掌的距离在讲话。忽然就有一个站务员，他就亲身过来跟我们讲说，不好意思请你们小声一点哦。台湾高铁是发出声明，重申执行车厢宁静文化以来，已经声明相关坑道措施，并无包括囡仔、红婴仔、幼囡仔是其他亲像破病这明确的因素，去影响到自主能力旅客的行为。服务人员拢用关怀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安慰，为了避免误会，13开始宁静车厢的文宣嘛提掉。那我觉得每个人对音量的可接受度是不同的，所以我可以理解有些人会觉得不舒服。一点点一定可以啊，如果是大吼大叫，一直常就是父母亲如果不管这种，就有点麻烦。有一些多元的乘客，他有多元的选择啦，就不是说刚性的要求说每个车厢都是这样子。学者认为讲无共族群有无共需求，真歹拢顾到，高铁当考虑用无共车厢去加分，而且甲权利义务说明清楚。国外嘛有亲像这种做法，亲像有做工课的车厢，也是会议的车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要开放核武7次，引起真侪讨论。白宫是表示讲，确保核子武器的效能，嘛是国家安全重要的一部分。也毋过联合国嘛警告讲，目前世界上的核子风险已经是危险偏悬的状况。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上新的评估，全球的核子飞弹大约是有12200粒哦，大部分拢伫美国甲罗西亚。伫中国这几档嘛增加真侪。美国总统川普伫陪往富山甲习近平会面前，透过社群大文支持美国国防部甲对手共款国际核试爆。副总统范斯受访强调，这次是为了确保核武库长期维持效能的一战。We've been working very closely, even with nations that we don't have the best relations with, to try to limit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e president's going to keep on working on that, but it's an important part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to make sure that this nuclear arsenal we have actually functions properly. 学者讲，美国虽然会当挖靠超级电脑、雷射甲其他先进技术维持核武库的考核，不过若是选择核试爆，也是扩大动态测试，也可能互人解脱使用罗西亚中国发出战略信号，引起新的核子竞赛。If the U.S. wanted to make a really big signal or send a really strong signal to Russia or China that it wanted to get back into nuclear competition, perhaps with new weapons designs, then it might want to return to testing for those reasons as well. 联合国各在声明，目前核风险已经悬到使人烦恼，呼吁各方避免任何可能致使误判升级，并造成灾难效果的行动。各强调核试在任何情况下，拢无应该互人温准。And as he has said, we must never forget the disastrous legacy of over 2,000 nuclear weapons tests carried out over the last 80 years, and that nuclear testing can never be permitt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全球目前有9个国家有核子武器，将近9成核子弹集中伫美国甲罗西亚两国。中国持续扩编，英国、法国维持中等规模，印巴两国互相牵制。以色列甲北韩是区域无确定的因素。There are 9 countries that have these nuclear weapons. But overwhelmingly, and we're talking about almost 90%, are in the arsenals of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 United States did return to nuclear testing, then other nuclear possessors potentially could follow suit. The country that would benefit the most from a return to nuclear testing is China. 专家提醒，若是禁止核试爆这个禁期打破，其他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嘛会小学。中国历年来核验次数较少，可能伫新一轮测试得到更较大的数据红利，进一步增加军备竞赛风险。公司新闻，丁伟仁编译。
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小弟安德鲁王子解禁过往的美国大好野人爱普斯坦的性条文，最近又搁引起真侪讨论。为着要维护王室的形象，将国王撤销伊的小弟的头衔，爱伊搬出官邸。安德鲁王子目前是搁无回应。 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采取行动了，30暗，国王嘅小弟安德鲁王子大嘅皇家庄园就受到大家嘅注意。这个时阵，大门开开，有一台车驶出来，门搁关起来。北京汉宫发声明，国王查尔斯3世已经启动正式嘅程序，得到安德鲁王子嘅王室尊称、名号，也个英语名号。伊甲即马所住嘅皇家庄园嘅租约，可以依法会当继续住。即马终止租约嘅通知已经送到位，伊就会搬去其他嘅私人所在。 虽然伊也是否定外界对伊的指控，大家也是认为爱该做处分。 This is the strongest action against a member of the royal family, and I think that the king is acting very much here in harmony with public opinion, media opinion, and parliamentary opinion. 安德鲁王子因为牵涉已经过身的美国好野人爱普斯坦的性丑闻，几多年前就提出王室的公职。虽然伊否定相关的指控，不过受到外界愈来愈多检视，即马正定期伫咧接受癌症治疗的国王。 为了要保护王室做这项决定，被认为是现代英国王室史上上戏剧性的举动。有报道讲，安德鲁只有伫咧拄搬入去时阵付征收的费用尔。Does need to be let out if it's going to be let out or at a commercial rent, and that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the case by any means over the past 22 years, because the vast part of the profits from the Crown Estate go back to the Treasury and therefore fund the things that taxpayers need funded. So there is a public interest here. 今年65岁安德鲁王子是国王查尔斯3世小弟，也是已经过身的伊丽莎白女王的第2后生。这个月初，安德鲁王子被迫停止国再使用约克公爵的名号。即马国王国家进一步加重对伊的处分，提掉伊所有的名号。自即马开始，伊对外只敢会当用无王室名号的安德鲁蒙巴顿温莎这个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再来看荷兰的国会大选，中间派政党的领袖38岁入庭哦。即马根据选举的结果，是真有希望会当来争做是荷兰上少年第一个同志总理。 荷兰中间派政党领袖38岁入庭，在支持者的欢呼之下，行到造势舞台中。荷兰提前举行国会大选，投票第2到正式启动。根据已经开出来98派票的结果显示，讲入庭所属的民族绿党是摕到真惊人的成果，在众议院150席内面，和极右派反移民政党自由党同款，拢摕到26席。但是荷兰媒体预测讲，民族绿党会有更较侪席，入庭有可能变作荷兰史上上少年。 而且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是同性恋的总理，不过入庭的现象在竞选过程中并无变作人注意的焦点，因为大家拢知影荷兰一向拢是真保障 LGBTQ。 We hebben vandaag de beste uitslag van D66 ooit neergezet en we zijn misschien wel de grootste partij van het land. Miljoenen Nederlanders kozen vandaag voor de positieve krachten en voor een politiek waar we weer met elkaar vooruit gaan kijken. 自由党领袖的华尔德斯因为反伊斯兰、反移民在保守立场，被叫做是荷兰川普。虽然伊的政党目前和民族绿党的席次同款，但是已经比顶摆大选61席。专家分析，主打人民意见的领袖在在野的时阵，声势定拢真大，但若是掌权支持度却真歹维持。华尔德斯讲，那最后是中间派的民族绿党赢上侪席，入庭主导的内阁将有可能会甲自由党排除在外。 Als dat zo wordt, dan heeft hij in ieder geval een hele grote en sterke oppositiepartij tegenover zich. Want we zijn het ongeveer met alles niet eens wat hij zegt. Maar zover is het nog niet. We hebben het nu nog alleen. 根据选情的民调，民族绿党在过去的1个月内，在5个主要政党内面，对第5名爬起到第1名，代表一直传正向的能量和活力。希望荷兰会当把负面政治的影响淡掉，嘛在竞选期间，承诺讲会解决欠大的所在，投资教育和应对移民的问题。公司新闻新乐报编译。 法国的罗浮宫这个月19号偷走价值大约31亿元的珠宝。法国警方之前抓到2个嫌犯，第2到暗晡又搁伫巴黎抓到5个嫌犯，其中有1个有可能是主要的嫌犯。也毋过碰见的珠宝目前嘛是搁还未找到。
罗湖江窃盗案最新的进展，已经抓到5个嫌犯。10户囡仔徛伫罗湖江防浪派塘仔门边，双手摇悬比爬塘的姿势，真侪游客拢听到抓到5个嫌犯的消息。Et là, je suis content de ce dénouement, ouais, c'est sûr. Maintenant, il faut retrouver les bijoux. C'est le plus important, c'est ce qui compte. 检方讲，警方伫无同所在抓到嫌犯，其中一个有可能是本案的主嫌 ，DNA 的事情甲因一个串联起来。其中2个嫌犯承认这件轰动的窃盗案内底因有部分参与。L'un d'entre eux était effectivement un des objectifs des enquêteurs, puisque nous avions des traces ADN le concernant qui le lient, de notre point de vue, au vol qui a été commis. C'est un des suspects que l'on avait, je dirais, dans le viseur, si vous me passez cette expression. 检方所起诉的一个嫌犯，2019年来法国大，伊要坐飞机去安尼吉比亚的时阵，伫德国路机场被抓，会查到伊，因为伊有交通违规的记录。另外，伊伫离开现场的时阵，所骑的机车顶面去用验着 DNA。Surtout sans billet de retour. Donc là, il a fallu évidemment accélérer les opérations d'interpellation. Pas permis de retrouver le butin de ce cambriolage. 另外，一个39岁嫌犯有牵涉几两件窃盗案的记录，伫电视珠宝的玻璃图，甲现场所留的物件内底，有查到伊的 DNA。搁在目前并无查到管内人有涉案。检方讲，无排除各大的犯罪集团参与，包括可能指挥作案，也是准备收赃的买主。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今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早起正式开始，咱国代表林胜义排伫第5顺位出场，一出来就甲南韩总统李在明握手翕相，互动大约40秒。但是伫咧转播的时，小解咱台湾的字卡，国家的名是写台湾，冇中华民国的国旗，佮用主要的经济伙伴甲晶片的竞争者来小解咱台湾。Chinese Taipei林신희 회장입니다. 满面笑容行入去会场，甲南韩的新任总统李在明伫背板头前2个人握手接连翕相。李在明问好林胜义也点头回应。2005韩国 APEC 经济领袖会议10月31日开始。接下来就位在经济领袖会议所举办的庆州和白国际会议中心，我方代表林信义今日先后参与第1场圆桌会议，与企业代表对谈等，外界关注他与各经济体的互动成果。林胜义入场的顺序排伫咧国际货币基金 IMF 副总裁乔治爱华、越南国家主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加泰国总理后壁排第5，排伫咧后壁的是新加坡。媒体中心现场直播画面的字卡是以台湾国家国旗，也表示台湾是南韩主要竞争伙伴、甲晶片的竞争对手。另外，包括韩国国营有线电视频道 KTV 国民放送，也伫标题采台湾的国旗。伫第1场圆桌会议，林胜义是坐伫咧会议厅倒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坐伫咧正边，2个人差不多是对角线。因果无翕到2个人有互动。另外，经贸办谈判总代表杨定年讲，台湾跟美国有互动。川普总统在这里很短暂时间就回去了，所以呢，是跟这个副贸易代表，他来出席 APEC 这个双部长会议。你们大概好奇我有没有跟他往来？有，我确实有跟他往来。杨定年伫咧参加 APEC 商部长会议了证实，甲美国的副贸易代表示威者有互动，因过强调，因为核心原则无方便讲内容。因那关系议题，行政院副议长陈丽君也伫30讲，按算伫 APEC 了后，双方会继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昨个川习会并无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到台湾问题。咱的总统府嘛强调讲，咱甲美方拢有保持密切的联络。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美中会谈无讲到台湾是真罕见。川普嘛伊个讲，明年的4月会去中国访问，针对美中台3边的关系，咱就爱个密切来关注。What about the Taiwan issue, sir? It never came up. Taiwan never came up. It's not discussed, actually. 美国总统川普证实，让6年举行的川习会无讲到台湾。中国外交部正式新闻稿嘛无讲到台湾。对这件代志，总统府搁再声明，乐见美中领袖交流，台美会保持密切联络。
很乐见像这样能够降低各种单边行为对于区域所带来的冲击，持续来做一些降低风险的努力。我们彼此的沟通都是很顺畅的，那未来也持续跟美国合作。其实这届川习会的美中官员阵容是以主管商务经贸为主，或者是讲美中会谈无讲到台湾真罕见，川习双方无定着希望成功无益这级别的问题。只不过川普预告明年4月去中国访问，所以也是爱注意因应美中台三方关系。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华府方面提出的要求，但是经过双方幕僚先期的作业是同意的，但是北京同意也是很罕见。美中还是战略竞争，所以台湾议题在比重上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不排除他把台湾议题拿来做运用。对于川习会无讲到台湾，朝野立委个人有看法。对台湾当然是好事啊，因为对一谈的话，对台湾不会有太好的一个结果吧。在川习会如果把台湾放在谈判桌上，其实是违反长期以来台美的外交的铁律。台湾不是拿来用来谈判的，这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一个正面的消息。那是川习会后，川普宣布美中谈判已经达成协议。台美进度部分，带关税谈判团队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30表示，台美当地进行书面文件交换讨论，一定 APEC 落幕了后继续沟通。若是顺利得到共识，就会当进入总结会上达成最后的协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新北市土城的北成宫，今年建宫48周年，白沙屯宫天宫的妈祖专工来到土城展景祈福。今仔开始连续3天，明仔载卖甲有8档历史的朱慧宫的帮金马来回乡。今仔一透早信众的现场是闹热滚滚。现场的信众是下定定，大家提前跪拜，感谢白沙屯妈祖的銮驾，准备变两脚卡。这是白沙屯妈祖来到新北市展景的活动。白沙屯妈祖的銮驾早起按北成宫起驾，即马是天驾伫记者背后的三关宫。这届白沙屯妈祖特别来到新北市的邦桥和土城，是为着要和邦桥朱慧宫的邦桥妈回乡。现场嘛，吸引真侪信众是专工来参加。因为我喜欢妈祖，爸爸帮我讲。其实我很早就很想参加白沙屯妈祖绕境，那因为有很多因素刚好没办法参加。那这次是我姐姐参加北成宫的义工，那我也很想说来参加，跟妈祖一起来绕境。真侪志工嘛来到三江，摇摆一起现场的特殊，因特别提醒民众，若是软脚卡，都爱遵守志工的指示。妈祖神教要过来之前，我们先协助宣导，就是钻轿底，我们必须要3个一排，然后呢帽子要脱掉，包包要放胸前，这样。这边的话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神教不能摸。白沙屯妈展景的活动，自10月31一直到11月初2，拜5会伫土城区来绕境，若拜6是按北成宫起驾，下晡时朱慧宫接驾了后，伫邦桥区来绕境，嘛自驾一暗。礼拜按朱慧宫出发，最后对邦桥区的海山路回家。周边的路线拢会有交通管制，提醒经过民众就要特别注意。记者桂宗林、曾俊佑新北报道。来看为48档历史的高雄爱林病院建筑物无符合卫生福利部的标准，嘛拢无提出改善的计划，互高雄市政府处罚要求停业1个月哦。最近又搁互检举讲管制药品的使用嘛有问题，计共是有上百项的欠点，即马市政府要移送检调侦办。病院目前是无回应。病院门口写修正，这间高雄三滨区的爱心病院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因为建无符合中央规定的医疗机构的标准，有消防、公安、甲病安的记录，所以一直拢无提改善计划，互市府卫生局连续裁罚，而且要求停业1个月。病院公告修正到11月初2，最近阁去有市府发现讲，病院管理管制药品有真侪项严重的缺失，计共180项。麻醉药品的部分有一些管理上面的问题，调阅了170本病历，那逐本的去核对有关于管制药品的这个处方以及核发的数量，那有发现总共有至少180项的一个缺失。市府讲，伫遮侪项缺失内底，以管制药品剂量的记录甲药单无共款占上侪。从2023年1月到今年9月，甲患者开刀有用到管制药品的，拢总有170本的病例，全部拢有缺失，认为可能涉及患者的安全甲病毒危害的疑虑，除了行政裁罚，嘛移送法办。听说他们也要停业一阵子，或者是永远停业，我也不清楚。问题是说，这样结论就是说，对这
地区的病患来讲非常不方便，非常不公平。病医红下令停业，不过有的患者唔知影，要是要去予医生看。面对停业1个月处分，甲院内管制药品去予市府查出真侪项严重的缺失，病院这边是拒绝受访，无要回应任何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 AED 的数量有2万多台，是全球第2多哦，也毋过使用率稍无介悬。为着要伫黄金时间内抢救性命，有民间团体甲卫生福利部合作，伫谷歌地图来标示哦。那民众有需要的时，会当伫第一时间就知影 AED 是放伫地。心脏病是国内10大死因之一，有医生讲，若是病情行起来，救命黄金时间是4分钟，就包括伫1分钟内做 CPR， 也有3分钟内使用 AED 急救。若是安尼做，有95%的病人会当健康出院。有民间团体指出，虽然 AED 的数量全台湾有2万多台，但毋过实际使用的比例无悬，所以这阵民团和政府做伙合作，建立台湾 AED 谷歌地图，互民众有需要的时，通随知影物件在倒。1万多个求救案件，已经有2000多人是实际到场救援，成功拯救了27条生命。应该说 ，AED 虽然密度很高，可是使用率我们觉得可以再提升。伫第一线救人的消防人员讲，因常常接到通知到现场，但毋过发现民众虽然有伫咧现场做急救，却拢无用到 AED， 拢会等到急救人员到现场才有法度判断病人的心率敢有适合电击。但是民众若是会当先用 AED 来监测心率，就会当互急救愈顺时。去善用这个平台，因为这个平台是跟我们那个119的勤务指挥中心做连线的。只要他们判断出是一个没有呼吸心跳的病人的话，他们会推播到我们这个赖的听见 AED 的群组上面。那你看到之后呢，你马上就可以去现场做一个支援。所以透过这个活动，希望可以让 AED 到场的机会可以更高，对，然后位置是更准确的。中央和民间斗阵合作建立台湾 AED 谷歌地图，民众透过手机就会当来使用，希望提供服务需要的人，通伫第一时间来马上找到 AED 来抢救宝贵的性命。记者陈新东、谢桂林台北报道。花莲马太安溪邦山湖在后中建的特别条例哦，早起伫立法院3读通过咯，是编300亿预算，就爱伫116年的3月31进前来完成。另外，有民进党的议员是质疑讲，花莲县政府最近开1亿便当钱，也毋过县政府是驳回讲1亿是采购的金额，毋是实际上的开销。灾后重建特别条例制定通过。花莲马太安溪邦山湖在后中建特别条例3读通过，所需要经费上限新台币300亿，照协商调野党团拢未提复议。住宅的这个清淤、家园的清理，还有复原的慰问金明确入法，降低我们受灾民众的这个负担，而且不受一门户、一门号、一户的这个限制。昨天在协商的时候呢，我们很庆幸的这个迁村的这个部分拿掉了。而这里面就蕴含了一个危机。今天绝对不是说我们政策决定了之后问灾民接不接受，而是灾民要有代表，灾民必须要能够是在讨论的一部分。我们一定会跟地方的议员合作，要有更好的监督。不过，花莲县议员吴仁顺是打出一张花莲县政府灾后准备金使用汇整表，其中马太安溪邦山湖灾害救灾工作相关人员的便当钱，竟然值9166万7000多块，强要到1亿。花莲县政府反驳讲，毋是事实。迄当阵的中央前政协调所总指挥官桂连成讲，迄当阵逐工伫咧灾区人上最时阵爱3万的便当。你那一段时间吃到1亿，会不会太多？这个我没有办法精算了，因为便当的落差蛮大的啊。你70块也有一个便当啊，100块、120块也有一个便当，这个没有办法去算了啊。这个要问这个实际上这个负责便当的人才知道。但负责便当我们会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县政府，一个是我们中央的农粮署。到现在为止，跟所有的义主团前面的合作，所以呢，使用的金额不到1半。到昨天晚上为止，总共使用了4023万。而民进党的党公词明明可以看得到资料，却不断的扭曲。花莲县政府30案发声明澄清，强调9166万元是开口契约的上限。
国民党立委卜光基也讲，无排除要提出告诉。对此，吴仁顺是讲，县政府提供给议员的资料，那只是空列误算，就应该注明清楚，那不会误导。记者综合报道。非洲地震全国禁止台地的这段期间造成产业正大的损失。行政院嘛已经通过补助的方案咯，市地的农民、麦片市场、台地场，佮有肉点仔拢有补助，嘛有利息补贴的方案。市地协会理事长是真肯定哦，也毋过有运输业者真不愿讲因防闹交气。禁止台地甲运送，爱到11月初6中昼结束。这个分林市地的农民，除了看过地啊，敢来当整理低调。不能出租的话，你那个原物料的价，那个我们那个费用啊，还有薪水都要发啊。当然会比较紧一点。非洲地震以及产业链冲击上大，行政院30定出产业补助支持措施，包括补助市地的农民，地啊因为较慢上市的饲料费，一只补助810块。麦片市场租金收入的损失，一场上侪20万。卖地的人暂停业务，一个人补助15000块。屠宰场人事甲劳务费用的损失，一只猪补助280块。菜市仔肉店暂停营业，收入的损失一担补助3万。猪仔囝因为禁令，袂当运送，袂当抬，愈生愈侪，愈饲愈密，造成死亡的损失，一只补助2500。主动通报疫情1万5000块。另外提供金融支持，以信贷做例，为拨款日开始6个月的利息，以1%为上限。280块讲坦白的，就是不无小补啦。看可不可以就是再把这个利息啊，然后或者是贷款的这个成数再拉高，然后利息的趴数再降低，然后时间再拉长一点。进前若用喷饲猪的农民，伫咧禁止使用喷的期间，饲料差价补助一只是300块，也佮有看饲猪的规模。喷的清运甲油脂的补助，一场8000至18000块。中华民国饲猪协会理事长潘连洲认为讲，应该利用这个辅导转型，用饲料来饲猪。嘛讲这个补助运输业者去互闹交气。7年前我也是处于养猪啊，我也经过政府的辅助补助。我就改为饲料养猪了。以第3阶段清零为目标，业者配合政策嘛有补助。不过饲猪农民烦恼解禁了后，猪肉价少会崩盘。很多猪嘛，大概至少有30万头的猪嘛，你要怎么去把它消耗掉，然后赶快把消费者需要的量补起来，然后也不要造成我们养猪业者的损伤啊。我们会去了解每一天屠宰的量能啊。那这个量能确定了以后，我们会决定每一天的屠宰的量。那这个量一定会比25000头还多。那也许初步的目标可能是3万头，但是这个部分还要再做讨论。为了确保全国逐天的屠宰量，若出猪仔去到大卖市场都要先登记，嘛透过协调做总量的管制。但最贵讲会阁监控大卖介绍，若有必要，行政院物价小组会启动联合稽查。记者综合报道。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讲台中市政府虽然已经针对5车厂大消毒，也毋过嘛，搁伫2个所在验出有病毒。农业部昨暗搁透过35个国军的化学兵来协助全面大消毒。有民代指出，讲台中文山的掩埋场要伫喷的顶头来砍土，也毋过再来的土却拢无合规定。台中市政府是表示，讲因会赶紧改善。国军官兵穿连身的防护衣，3日暗时集合，伫发生非洲地震的案场准备进行消毒。无爱治哦，口罩爱治哦，口罩咧好先行。支援消毒的成百30个官兵，后来佫增加到800个，全部拢照标准作业流程。台中5车发生非洲地震的案例场，先是市政府清洁消毒了后，佫伫2个所在验出病毒的阳性反应。后来市政府用火枪强化消毒，毋过中央前进应变所29个采验，也是伫咧案场下壁甲饮水区2个所在验出病毒阳性反应。市政府讲案例场的卫生条件无好，垃圾超过1尺。比如说，我们原来以为是地板的一部分的，实际上呢，它应该是常年这个污水沉积物含这个可能猪只粪便的这个污泥底泥已经结合成地板的一部分了。但现在我们要让它不再是地板必须要进行刮除的作业。
市政府讲，为了确保后续消毒会当达到最佳效果，必须爱先全面清洁了后再来消毒。3月31日早起，包括东部处22人，也甲80个官兵，也搁伫现场作业。另外，有民意代表是讲，市政府甲喷的安排场为12位减到剩3个所在，目前正伫进行勘图的作业。不过再运过来的图无下规定，市政府嘛提出说明。建设局的提出来的土方，他们的力径的比较大，所以我们认为环保局认为不适合，所以也就没有让这些土方进到我们的掩埋场来。所以我们掩埋场的覆土绝对没有用力径比较大的一个土方来去做掩埋。市政府讲，目前安埋场下骹拢有卖涉水的布，好亲像是喷水溢出来部分，是因为进前落雨累积的雨水，好人造成环境污染。另外，佫提出3大支持措施，包括喷放入去免处理费、司机补助，也佫有肉点的营业补助，表达一挺产业。前进应变措施指出，目前疫调也无其他无正常的情形，希望加变度锁定伫这个案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台东县议员指出讲，台东的消防局使用奥多拜18年哦，拢无换过，目前嘛已经伫管42台使用超过18档的奥多拜咯。消防局嘛表示讲，因会争取经费来豆豆换新车。台东县消防局这架公务机车买来已经10几年，因为有保养也会徛哩，不过唔知当时的故障。台东县机关即阵得到消防分队有4台奥多拜，已经徛买20年，因为长久以来晒海风甲晒热，强要袂徛哩啊。而且台东县偏向离岛较济，救援人员若要去山区也是海边的小路啊出勤，奥多拜常常故障，可能会影响救人。那么重要的一个机关的人员骑那么老旧的车子，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当啊。比较偏远乡下的救难或者它的道路可能比较有限。所以这一些机车装备啊是必然需要的。台东县消防局目前在管42台机车，平均使用拢已经超过18年。按规定，公务机关的机车使用的年限是6年，不过台东县消防局经费有限，无法度换。县机关要提出运用县机关补助款来协助汰换，不过却因为无符合补助采购办公设备的原则，所以无法度来补助。消防局讲会搁争取其他政府的补助，慢慢换掉。一直没有汰换这些机车主要的原因是消防人员执行外勤勤务大部分要携带很多的装备所以大部分都是以车辆来执行勤务。县府民政处讲，目前并无开放机关补助款摕来买公务车，因为经销等等的单位车辆的需求量较大，而且可能还佫有医护、税金、甲加油等等连带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台北医学大学甲台语老师合作，并咱国内头一本的长照台语的教科书哦，嘛有台语发音的参考，网购会当提供居家照顾的服务员，会当用台语甲惯习讲台语的老大人亲切沟通。穿白衫这位是邮帮员，做长照服务13档，替时代冰心饲饭、洗身躯，对伊来讲拢是真实手的工课。唯一一件让伊非常苦恼的代志，就是用台语和时代沟通。可能阿嬷之前是疫情的时候要戴口罩，所以说阿嬷烫口罩。烫是可能是台语，或可能阿嬷就说烫口罩，她就把裤子脱下来，然后就开始跑。那所以服务者就说：“不是，我是要说把口罩脱下来。”这届伊专工转来母校台北医学大学，找伊的教授老方做请教，老师和伊有同款，有真深的体会。伊感觉真啊真侪人无法度用母语和时代讲话，尤其是即摆学生，可能连听都听无啊。不管是医用台语或是牙医台语的课程，那过去也有开设护理台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课？就是因为我们发现非常多的同学是不讲台语的。因两个决定合作编一本合作长照台语的册，因先找10几位机服员来收集。普通时啊，伫咧工课场拄到的情景对话、台语名词和台语用句，然后请台语老师周家燕来改写做台文字，写罗马拼音，加上台语的录音，完成这本有声音的长照教科书。教册上惊就是严肃、严格，搁死定定，所以阮希望这个课本是编做
剧情的，就是讲阿公讲啥物，阿嬷讲啥物，因就会当学到足好。这本册未来会用伫咧医护人员的课程，老师也讲，对时代来讲，长照毋但是身体照顾尔，语言的陪伴更加重要，也较有温度。所以讲台语是一件真珍贵重要的代志。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台文馆最近嘛出版一本予照顾者的文学书园，望个人当透过文字和文采的力量来陪伴辛苦的照顾者。上尾一届去病院看阿伯，伊已经软烧烧，摕伫面床顶啊。这是收伫予照顾者文学书园的这本册内底的一篇内容。这本册是台文馆和出版社、作家和医生合作斗阵出的。有12个作家，21篇文章，对知影时代破病艰苦开始，到双方关系改变，到后壁要走进前人生相时，分3个单元写出照顾者的心情。大家在阅读这3个单元，你会发现它是以一个脉络跟一个文气在流动的，它是一本很美的书。所以，即便你不是照护者，你把它当成一般的文集来看，你也会觉得它是很好看的。台文馆希望透过文学的温度和文字的力量来陪伴照顾者，也因为注重语言的多元性，所以伫册内底有收台语、客语和华语的有声册，会当读嘛会当用听的，还有加一本日志，让读者会当写出心情。看到你有感的那一段话，你就抄写，你写下来就产生共感。那在这里面，我们还考虑到语言的多样性跟多元性，所以这里面除了华语之外，有台语、有客语。因应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真侪家庭爱面对长期照顾时代的坎坷。台文馆讲，这是一本要陪伴照顾者的册。照顾过程中，辛苦、无助、冤家、惊吓，拢是会拄到的代志。也希望这本册会当让照顾者有一个休喘的空间。记者陈心彤、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日本做出席的传奇人物小野二郎，伊是第一个摕到米其林3粒星寿司的师傅，嘛创下上侪回金氏世界纪录。即马今年小野二郎已经满100岁咯，伊讲伊会食到老，做到老，无拍算要退休。互人叫做寿司之神的小野二郎，离奇过100岁生日。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推荐颁奖状介祝寿。小野様、はい。100歳、来月お誕生日ということですが、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伫咧寿司界就敢若神同款的小野二郎，是第一位摕到米其林3星的寿司师傅。伫咧伊的寿司店连续12年摕到3星了，以93岁128天的年纪，创年纪上大米其林3星总部师金氏纪录。だから夢だったっていうのはありますよ。これやったらいいかなって夢でしょうね。2012年的纪录片，和迄当阵年纪86岁的小野二郎将这寿司男神，伫全世界称昂。七岁学西啊，25岁将这寿司师傅，自迄当阵开始，伊粒寿司的手就拢无停过。1965年，小野开家己的寿司店，数字屋乔治郎。虽然只敢若10个聚会，但过拢正诚心的捧上好的料理给人客，而且无分你的身份关系。像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加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来吃，嘛拢爱抢时间。这几年老师傅只敢若会特别的人客摄寿司，虽然无逐工来店的，已经交予伊的后生花，不过就是无退休。100歳になっても働けたらなるべく働くように働くことが一番薬だと思います。顶5个小野伫咧敬老节的时阵讲，要搁再做5年。不过伊的后生讲，因老爸看到日本上长岁数的男性113岁过身的消息了，已经甲伊退休的年纪，搁再向后壁延。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辑。下晡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
华北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